好消息，由9月1號開始，台山女海味雜貨超市將推出一項特別嘅回饋活動，每日朝早9點鐘到10點半，將會免費派送200份早餐，提供俾60歲以上嘅長者享用，真材實料，健康搭配，營養豐富。大家好，我係唐人街華仔，我而家嘅位置喺布碌倫86街 B23。台山女海味雜貨超市門口。今集探店日記，我哋再次回訪呢家專營台山特產、專做台山人口味嘅超市。台山女海味雜貨超市擁有4000平方尺，商品可謂包羅萬有，可以話係目前紐約地區規模最大、品種最齊全嘅台山特色超市。台山女海味雜貨超市喺2023年開業，老闆娘 May 姐係台山斗山人，由最初一個路邊小攤開始，靠住一步一個腳印，慢慢發展到今日擁有4000尺面積嘅大型雜貨超市。一路走來，May 姐深深明白，能夠有今日嘅成績，離唔開街坊鄉親一直以嚟嘅支持同信任，所以佢一直懷住一顆感恩嘅心，慷慨贊助唔少社區活動，為主辦單位提供大量台山家鄉特產作為抽獎禮品。短短3年時間，台山女已經逐漸成為社區一個有口碑、深受街坊認可嘅品牌。另外，仲有一個好消息值得同大家分享。今年台山女海味店新增接受 ABI 同康怡等多種護理福利卡，以後大家購物又多咗一個方便實惠嘅選擇。臨近中秋，台山女海味雜貨超市亦一如往年，為大家準備咗一系列中秋優惠特價商品，無論係海味、乾貨、南北雜貨，定係各種中秋應節食品，都有唔少優惠選擇，有更多意外驚喜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呢次為60歲以上長者提供嘅早餐，7日7種唔同口味，而早餐所需要嘅食材都係由台山女海味店自己提供，可以講係真材實料。一份早餐，一份心意，更係台山女海味店對社區街坊多年支持嘅感謝。我哋第3次嚟到台山女海味雜貨超市，今次華仔更加深深感受到，台山女海味雜貨超市已經唔單止係一個購物方便、優惠眾多嘅地方，佢哋更加將服務延伸到社區，用實際嘅行動回饋街坊，關心長者，傳遞一份嚟自社區、服務社區、回饋社區嘅真誠心意。